今年有一個幾奇怪嘅現象，有好多關於 UFO 嘅電影突然一齊上映。香港有再見 UFO 同 UFO 離奇命案，外國嘅有史提芬史匹堡嘅 Disclosure Day， 仲有一套泰國本土電影求噶啦。而呢個地方係真實存在，求噶啦喺泰國納康實韻，一直被稱為亞洲嘅 Area 51。多年以嚟一直有傳聞，有人見到 UFO， 有奇怪嘅光點，有人聲稱可以同外星生命溝通，亦真係有人長期喺山上面等信號，有人深信不疑，亦有人覺得只係集體幻覺。而電影求噶啦就係根據呢啲真實流傳嘅事件改編。呢啲電影其實唔係今年先拍，好多一早已經完成，但係偏偏就喺今年一齊上映，係巧合定係真係去到一個適合公開嘅時間呢？近年不斷有傳聞指美國可能會逐步公開 UFO 相關資料，今年會唔會真係一個 Disclosure Year？ 有咁多星球，我自己就覺得冇可能只有人類。